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安然经过一礼拜久。虽然有时会拄着困境，但是主你所赏赐的恩典到也完用。阮大哥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敬拜你。要透过今日的礼拜，我们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祝福，就是我要听你的话，了解你所传达的信息，互阮的生命会当更新改变，更较亲像你。主即款祝福，阮愿意领受。求你帮助阮，求你即时找根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互阮会当安静阮的心，主神伫整个礼拜的过程，阮也特别将礼拜中间服侍的同工仰望伫主的手中，特别今仔日是教会教育纪念主日，有儿童合唱团会来献诗，求主甲因三合之地，保守看顾因，互因透过因真诚所吟的诗歌来归荣光互你。我也将阮的司琴、司会、传讲信息的牧者，也是伫外面咧招待的同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整个礼拜会当顺时来进行。主啊，我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少年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主你设立教会已经110冬久，阮伫100多冬来，伫每一代。伫遮咧组织的过程中间，主你拢用恩典款待阮，互我一代续接一代，会当得到信仰的延续。我也特别感谢主，你赏赐阮有丰盛的资源，互阮会当设立无共款的机构来帮助需要的人。阮特别将这个机构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伫机构中间也有分堂，阮特别将2个分堂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带领保守。亲爱的主，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特别求主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会当接受主交代阮的大使命，将救人灵魂的福音传播出去，互更较侪人明捌你，也当伫各地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阮看见着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伊原充满真侪纷争，有战乱。有人为也是天然的灾害，不断的发生。求主亲自怜悯看顾，互阮会当得到保守，也将真实的和平、仁爱甲公义赏赐互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恁甲我着学了摇花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摆要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85首，圣诗第285首。我有志好朋友，会用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即马安静心，三甲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每日享受你创造的礼物，阮要将阮的眼光为家己的心上摕开，才有机会来看见你水的创造。阮有温暖的日头光，有清新凉爽的空气，有甘甜清气的水，滋养阮肉体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阮阁会使欣赏你创造的云、甲海，以及每一片叶仔，甲每一蕊花，这拢有主你的粒理水的中间。这就值得阮要学了主，阮要用诗歌学了，这是上主上水的礼物，互阮甲你搁较亲近。感谢主，互阮知影你是怎样来听阮，互阮看见你的作为，互阮无负担会享受福赐，是喜乐的，是充满盼望的。主，请你饶赦阮无完全的听，互人常常的受伤；饶赦阮欠缺帮助怜悯的行动，互别人灰心丧志；饶赦阮贪恋的名利、拒绝服侍；饶赦阮夸口阮的信仰，心内却常常装袂落耶稣的教示。求主赦免阮，互阮认捌阮家己是一个罪人，但是阮罪人也会使成做蒙恩的人。这是基督信仰中上奇妙的道理，这是上主你的主权。阮每一日所面对的试炼、考验，求主赐落疼心甲信心，互阮感动，互阮成长，互阮有改变，互阮知影真正的公义甲疼心，毋是处罚，是恢复甲主你的关系。
阮的筹算有限，而且无效果。主的计划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永远伫地。主你引带阮的方向，往往拄啊好，甲世界的经验无相像。虽然阮的信心若亲像挂彩种子遐尼细，但是因为既然为神所生出来，就赢过这个世界。这就是主所想事的信心。求主也互阮会使处理无属的神的愤怒情绪，互阮正做别人伤心跋倒时的陪伴甲帮衬。阮中间有受苦的，求主就听因的祈祷来帮衬因；阮中间有喜乐的，阮就做见证来学乐归荣耀互主；阮有患病的，阮就奉主的名得到完全的医治。阮失去亲人的，主你就亲自抱因来安慰因，拭干因的目屎。主你的时间无延误，你有风无造成伤害，你有水无淹没这个土地。今日是阮教育事工的主日，义女是摇花所想事的产业，阮所怀的胎是你所想事的。求主，互阮做忠心的管家，将永远信仰传予下一代，用神的真理来教育因，将属灵的生命传予儿女，互因有刻薄的心、忠诚的灵，同心教养，毋通放松，陪伴因设立家庭的这段，得到主的祝福。求主，互相邻教会甲各分堂的牧师、中级团契小组甲正会友，活出甲稳定会使相比平的好行为，这是出自神的祝福，互阮温群做圣工见证上帝。阮需要主的荣耀来看见家己生命永远的价值，也祝福阮的事业体得到保守，有异象的引带。有真正的疼心的付出，服务伫需要人的心上，也会使得到济济的生命。也求主祝福阮的国家有平安合一的发展。明年的选举，也求主成就你的旨意伫台湾，互阮的福音片段。也求主互世界纷扰，乌俄战争、以巴战争会使早日的停煞，怜悯受苦的人民、失丧的人民，互因得到平安、医治、甲安慰，享受真正的安息、甲喜乐。今日蔡牧师要带来信息，求主圣化，互讲的甲听的得到帮衬。阮祈祷无完全，即卖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咱即摆要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11页。启用文第8篇，咱将要邀请杨定祖甲陈月莹小朋友来启会众来用。
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7篇，伫圣诗后壁面第11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应。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接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多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钱保护我，将我送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很欢喜的坐。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是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毋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爸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以上。接续儿童合唱团要引带咱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有2首，第一首是帕春多纳诺比斯帕春上帝赐平安互阮，第二首是来拍手学老我主。
在那天使水的歌声，引出咱来全心的学乐，咱甲荣耀归予咱的上帝。今晚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大语汉罗版452页，中文现代译本322页。咱即摆邀请陈月莹小朋友来共读圣经。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上帝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我搁读一摆，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纯真的心产生的。愿上帝赐福记若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日带主任牧师要带来信息是培育敬虔的下一代第一讲，培育敬虔的下一代，请大家安静心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总会所定的
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咱大家做伙来关心信仰教育的问题。牧师要用4个礼拜的时间，甲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培育敬虔的一代这个主题。但是，当我咧准备的时阵我突然间感觉讲，我可能号唔到题目啊，应该爱号做培育敬虔的每一代啦，因为咱双连教会是100年的教会，一代传一代的教会。那顶一代的信仰哩哩落落，下一代我看有那袂真顺畅。咱要期待讲歹着出好顺这是困难的拄则我看儿童合唱团甲迄个3个小朋友有的是客营，有的是读圣经其实我感觉这题目应该改做培养敬虔的顶一代其实咱的囡仔拢学习了比咱较好啦如果大家有咧注意听咱的每日亮光头前读经迄细囝读了袂输大人所以咱准备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因为这是对咱每一个人讲的，毋是只讲命对细囝讲的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求主帮助阮，会当听出你话语的奥秘，也透过你的激励，互阮会当将伊实行出来，来应用你，也互阮领受祝福。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差不多伫8、9年前，咱世界新闻中间出现几个非常少年的领袖，其中这个马拉拉大家拢知影伊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查某囡仔，伊因为争取女权甲女性的受教权，伫17岁的时阵，伊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伊伫11岁开始，就伫伊的部落格内底写文章，呼吁大家爱注意伊的国家巴基斯坦。迄个女性的受教权，伊国家迄个时阵执政的政府不准查某囡仔去学校上课，所以伊真认真咧重视这个问题。伊讲，一个囡仔，一个老师，一本册，一支笔，会当改变世界。佮另外一位，咱就较熟伊，离咱较近这个黄之锋，伊伫14岁时阵成立学民思潮这个社会运动组织。伊组织社会运动伫香港的所在，因为当时香港的政府想要透过设立一个伫学校教的科目，叫做德育加国民教育科这个课程，来让学生洗脑。伊感觉这是毋对的，所以带领群众来抗议，然后成功互政府取消推行这个课程。2014年，伊因为参与互选运动，被美国的时代杂志选做全球得奖，但是咱知影伊影响伊个国家以及全世界。我估这两个咧，因两个相反是伫17岁的时阵，就崭露头角。咱来想看，咱17岁的时阵咧创啥物货？咱咧观察因两个人成长的背景，咱发觉讲，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因拢有真好的长辈咧来指导。马拉拉的老爸是一个
学校的校长，伊讲常常有人问我，是啥物货？你安怎教育马拉拉，互伊遐尼勇敢？因为马拉拉伊为着争取女权，为着争取女性的教育权，甚至有一边去人枪杀。所以，因为爱去继续勇敢来推动这个工作。伊讲为什么你是安怎教育伊的，互伊遐尼勇敢？伊的老爸来因讲，佮毋通问我做啥物，我所做的只是无压制伊的膝骨，没有折断他的翅膀。意思就是讲，伊互伊自由思想，互伊自由去推动伊要推动的事工。黄之锋。伊伫1996年出世伫香港，伊细汉就得到一个叫做读写障碍的即种的病症。伫伊父母真努力的教育下面，经过大量互伊读册，改善伊读写的能力，了后伊渐渐赶上其他的人。伊老爸老母特别教示伊。爱有迄个独立思想判断的能力。对这两个例来看，咱知影教育培育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我会记得2004年总统大选的时阵，捌举办几遍的电视辩论。当时阵有邀请真侪学者甲社会人士来对。两个候选人，迄个时阵是陈水扁甲连战，两个候选人提出问题，互因伫电视辩论。我印象真深，当时阵成功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黄坤炎先生，伊提出一个问题，伊提出这个问题两个候选人拢无准备啦，因为因准备可能是社会政治。经济这个问题，伊问伊一个问题，讲：恁认为什么是教育？教育，结果两个人因为无准备拢答非所问当时嘛有人认为讲：总统咧大选，恁问这个问题要创啥？这甲政治有啥物关系？为什么问这款的问题？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无论对个人、对家庭、对学校、对教会，甚至对国家，这拢是一个基础、上界基础的问题。咱来想看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有真好的教育，这个国家的素质就会提升，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所以咱来详细来看，教育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未比国防、政治、经济问题更较无重要，是相反重要的。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伫教会中间的教育的问题，因为这嘛是关系相连教会未来的发展。但是大家毋通了解这个讲题，只是讲甲做父母的、做阿公阿嬷有关系。实际上，拢甲咱每一个人有关系，因为咱讲，咱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嘛，所以咱拄则看到遐个事实，迄拢是咱的事实，咱拢对伊的信仰成长有责任，而且咱会当对这题目甲经文中间去学习着真侪关系、信仰建立的代志。咱首先来看教育的模式。教育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叫做解决问题。真侪时阵，咱来处理一件代志，也是讲咧教育囡仔，咱拢是拄到问题才想解决的方法。囡仔出啥物代志，咱就帮助伊解决；囡仔伫学校发生啥物代志，咱就替伊解决。看有拄到啥物款的问题，咱就解决问题。这种嘛是一种方式啦，因为伫解决问题过程中间，这囡仔嘛是会当学习。但是结果咱发现，军员若无顾好，
迄根基若无顾好，问题就一再出现。而且咱一直咧解决问题，往往将咱的注意力带到咱的困难甲挫折中间，这互咱活了真痛苦了。真侪父母、真侪老师，拢感觉讲，今仔日的囡仔，改成愈来愈歹教。恁有即款的感觉？其实咱迄阵嘛做歹教啦，咱家己毋知影尔。问题一直咧发生，咱得开真侪精神、真侪时间来解决问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咱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思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咱应该爱做啥物？咱先将这根基的代志做好势，然后勇敢往目标前进。这种方式会当减少真侪问题发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伫教育培养囡仔顶面，咱应该爱设定啥物款的目标？首先，咱来清楚，上帝伫每一个囡仔顶面，拢有无共款的恩赐甲计划。就讲上帝伫咱每一个人顶面，拢有无共款的恩赐甲计划。咱爱先问一个问题，就讲，咱的上帝望咱的囡仔成做啥物款的人？咱的上帝望咱成做啥物款的人？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写予伊学生提摩太的批信。使徒保罗借着这批信，咧教养提摩太。咱看见着保罗常常称提摩太做伊的囝。检查提摩太的老爸，亲生的老爸，可能真细汉的时候就过身去。所以但是无论安怎，保罗对提摩太来讲，就亲像一个熟练的老爸同款。伊甲提摩太讲伊教导的目的，就是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伊安尼讲，用即个命令的目的，就是激发听。这听是对纯洁的心、清白的良知、甲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这段经文会当帮助咱检视咱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咱会发现讲，其实对咱长辈咧教示事实，有真好用的信息伫这中间。所以牧师要帮助咱大家来看。首先，咱来明白，我拄则讲爱设定目标。其实上较重要的目标，就是爱帮助每一个人去建立伊的品格。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讲炼银用鼎，炼金用炉，毋过上主锻炼人的心。咱知影要得到纯净的金甲银，就爱用鼎甲炉来炼。咱的生命嘛是同款，特别是一个细囝的生命，也需要锻炼因，互因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每一个人嘛是拢爱经过锻炼，咱才会当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而且锻炼人的心，这锻炼其实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是一个炼金的技术中间的一部分。当炼金的师傅要将迄个矿、迄个金矿甲银矿迄内底有杂质的即个矿物来炼做纯的这金甲银，伊就是爱用一个鼎然后用炉来加热，然后将即个无纯的这个金甲银的矿物放入内底，伫加热的过程中间伊渐渐的扬起嘛，扬起了，迄杂质就会浮起来。温度到一定的程度，这杂质就去烧掉。这炼金的师傅，明知影一鼎的金银，敢已经完全拢炼好拢
拢经变做纯正的金甲银。伊爱用一种方法，就是伊爱将伊的头吼，伊的目睭看迄个鼎内底吼。咱在金属吼，尾啊会变做一面镜嘛吼。伊会当伫迄个练的过程中间看到内底有一个形象，就是伊家己的形象。啊，若即个形象吼，顶面安尼有安尼一粒一粒安尼有遐杂质的时阵，啊，表示讲安尼还未温度还未加好，就要继续来加温度，啊，互遐杂质都完全烧掉。等伊看的时阵，看到讲啊是一个完整伊的形象的时阵，安尼表示讲这金甲银已经练好啊。咱的天平咧练咱嘛是相共。咱身躯有真侪杂质，有真侪缺点，需要来除去。咱原本得有天平的形象对无？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咱有一寡杂质污染咱，所以上帝用一寡试炼，用一寡方式，帮助咱将这杂质来除掉，互咱的形象会当亲像天平同款。啊，即款锻炼，即款炼金的责任吼，其实是伫父母亲身上。咱毋通拢讲啊，这是学校的责任，学校只是协助父母教导咱的囝儿甲查某囝即知识。其他哩。连学校伫学生的品格教导顶面，拢感觉无能为力。所以，这代志是咱做时代的人的责任，爱操练咱的囡仔的品格。咱做长辈爱知影这点。所以接下，咱就要对《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第5节来看，要安怎帮助囡仔伫什么款的品格顶面成长。保罗伫遮吼，甲咱讲，上界重要的品格就是听。咱会当教示咱的囡仔，逐种无共款的才艺，互伊去学琴，互伊去学唱歌，互伊去学啥物手艺。但是无一项才艺比品格更较重要。咱来帮助因培养一种能力，会当适度去运用上帝予伊的恩赐。咱毋知影上帝对每一个囡仔、无共款的囡仔有啥物款无共款的计划，但是咱一定爱替因拍好基础。这基础就是因的品格。将来上帝带带到啥物所在去，因拢会当活出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命。但是伫分享建立品格进前，我需要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敢有可能造成你囡仔身体的成长？咱敢有可能互咱的囡仔身体成长？无可能嘛，迄是上帝的代志嘛。上帝互伊自然成长嘛。但是咱会当做啥？咱会当替伊准备适合伊身体成长的环境啊。再咱供应伊营养，互伊食好的物件，啊，互伊伫一个健康的环境顶面成长，互伊较袂破病。啊，这囡仔身体渐渐就是成长嘛。你看，囡仔咧大起来足紧的，我看迄主流的囡仔，有的拢比我大汉啊，有的甚至比我悬一个头。迄毋是因爸母的迄个，因爸母无做啥物，伊就自然成长嘛。只是替伊准备好的环境嘛。安尼要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你敢有可能造成你的囡仔品格成长？当然嘛袂当，因为迄是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嘛。迄是透过上帝的神运行伫伊的生命中间所发生的嘛。咱无法度造成这代志发生，但是咱会当替伊准备对的环境，适合因灵命成长的环境。所以为什么我这个题目我爱讲4遍4角，就是咱
后来咱来讲要有备什么款的环境。咱要饲鱼啊吼，迄鱼池啊，你着爱环境爱好呢，爱用好清气，鱼啊才会通伫内底活。啊，无你鱼啊来，可能比迄个污染环境伊无偌久就死去啊。所以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咱今日要将迄个焦点集中伫天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这段提醒是安尼讲。讲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激发疼，这疼是对纯洁的心、清白的良知、甲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如果咱若现圣经吼，咱会发现讲，保罗伫讲这句话进前，伊是爱提摩太留踮伫以弗所，留踮伫以弗所的教会，伫遐做正确的教导，因为当地产生一寡异端学说，有世俗的观念走入去教会内底，影响教会信徒的心。所以保罗伊安尼讲，伊讲提摩太啊，你两做一件代志，咱对所有教会信徒要求的目的，就是爱激发因的疼。爱培养因的品格中间的疼，因为疼是所有品格中间上界重要的。当一个人用真正的疼心咧做代志、咧思想代志的时阵，真侪外口无好的影响，拢袂当影响伊，互伊做错误的判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喺教示咱的囡仔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教示因什么是真的疼，安怎去疼？因为疼是上重要的。伫耶稣所讲的上界大的诫命，嘛是疼，爱疼上帝，爱疼人。所以保罗继续讲，伊讲激发疼有3个上界重要的因素，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项就是纯洁的心灵，纯洁的心灵就是无不良、无迄个歹的动机的成分，也就是讲无迄个自私的疼，无自私的疼。咱来学习，而且教示咱的细囝的疼，是对纯洁的心所发生的。也就是讲，咱来教示囡仔毋通自私，特别咱是活踮伫一个功利主义的世代。这个世间咧教示咱的囡仔，就是爱先求家己的利益，但是真正的疼是安那，无求家己的利益。咱要安怎帮助咱的囡仔呢？牧师有一项建议，我感觉这非常好用，也非常重要。就是咱对大道教示囡仔大道开始。因为咱即马这世代人囡仔拢生了少，所以这专注力拢特别伫这囡仔身上。有的父母咧服侍囡仔比服侍士大人较用心嘛。囡仔咧自细汉就送伊去倒位上课，倒位补习，若有啥物上介好诶，拢互囡仔。渐渐这囡仔伊会养成一种自我做中心的这种观念啦。所以自我主义就渐渐扩大。所以，咱看到真侪人咧祈祷，拢是讲我爱啥，我求啥，我要啥物货，我需要啥物货，拢是用自我做中心。但是，咱会当帮助咱的囡仔开始替别人带导的时阵，伊的眼光就看出去。我过去伫迄个富阳教会做牧师的时阵。我有一站我家己自愿去做青少年牧区的
迄个福德青少年牧区，我就发现，囡仔真正拢用自我做中心啦。这项物件我要爱，迄项物件我要爱。后来我就做一件代志，我就教因替别人代祷，我就要求因，因大概聚会了拢有报告吧，报告拢是报告迄个牧区啊，伊讲团契内底一寡代志，我就讲，恁即摆开始每一个人，伫牧区内底每一个人拢爱轮流报告，报告啥？你要选3项即礼拜发生的世界发生的代志，3项伫台湾发生的大代志，恁家去选，然后较报告其他较报告教会代志、团契代志。然后因报告世界发生的代志了，我就要求因爱做信用的反省，然后为即件代志来祈祷。譬如讲，咱知影最近有发生，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争，这到底是安怎？伊发生的原因是安怎？因得去找资料、去分析、去报告，了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为着和平的代志来祈祷。了后一段时间了，因为因轮流报告，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去收集这资料来报告。我发觉讲，这囡仔，因的眼界变扩大，因无搁再活踮你家己迄个范围的中心，因开始注意其他的代志。因知伫世界无共款的所在，有人拄着无共款的问题，需要人代祷。伫台湾其他的所在发生一寡代志，需要因关心。所以，伊的世界渐渐扩大，自然而然，迄个纯洁的心灵就产生。因就无搁再用自我做中心，无搁再有自私的观念去看每一件代志。所以，对代祷开始，特别是全家做伙祈祷，这非常重要。我有2个囡仔即摆拢咧食头路，2个人真无闲大汉的一边食头路，一边搁咧读册。但是阮嘛把握家庭聚会时间，阮会做伙组织起来祈祷，替彼此祈祷，替教会祈祷，替台湾祈祷，全家做伙祈祷。咱就会将咱的用心扩大出去。第2项，保罗讲清白的良知啦，清白的良知，若翻译出来就是单纯的良心，有内心反省的能力，对道德行为有良善的准则。清白良心的基础有一个基础，就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毋是想知识财物，是咱对上帝的态度。若无即款敬畏上帝的态度，咱的囡仔无法度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当囡仔敬畏上帝，当一个人敬畏上帝啦，伊就会有清白的良知，伊就有无亏的良心。因为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伊敬畏上帝，所以知影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咱咧做歹代志，拢嘛是咱感觉别人无看到的时阵嘛，别人无看到，警察无看到，所以我弄红灯嘛，我违反交通规则嘛。我要做条歹代志，我总是袂咱大多数的人拢袂迄个。光天化日之下做歹代志，拢是暗静的时阵咧做歹代志。但是敬畏上帝的人知，虽然无人看见，但是上帝有咧看，上帝有看见，所以我袂当做这件歹代志。
我前几工咧甲迄个培盛甲江林雪在讲，因最近拢去瑞士瑞士去旅游我讲你咧坐火车的时阵你毋知有看到一个现象无？迄瑞士的迄个区间车伊通常无咧检查票啦，但是伊个车顶伊会画一粒目睭，用画的毋是监视器是用画一粒目睭。画一粒目睭是啥物意思？阮迄粒目睭有咧来看，看你有买票无？咧唤起你的良知啦。就讲你有买票无买票，我虽然无一定来检查啦，但是有目睭咧来看，上帝目睭咧来看，你的良心嘛知影。所以敬畏上帝的人袂做歹代志。第二，伊知影，当伊犯错了，圣神会伫伊心内动工，互伊会当自动改正。所以敬畏上帝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是安怎产生的？当然是对咱长辈学来嘛。咱知影，囡仔来到咱圣殿内底，甲咱做伙敬拜的时阵，伊就是咧看咱敬拜的态度啦。也是讲一个新朋友来甲咱教会，伊安怎认捌咱的信仰，就是看咱敬拜的态度啊。咱若大家拢安尼哩啦啦有人伫咧看手机有人伫咧拄久，有人伫咧安尼是咧拜真神吗？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信仰拢是传承的。咱咧做啥物，就影响着囡仔。所以大人若无敬畏上帝，囡仔嘛袂敬畏上帝。暗暝操练，就是对读圣经开始，互伊了解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将上帝的律法放伫伊的心中，反复去思想，伊就会敬畏上帝，伊就会得到一种谦卑的良知，都有反省的能力。最后一项叫做纯真的信心，就是对上帝绝对的忠实。无虚假的态度，是指真诚。如果有错误的行为，就指正出来。咱来理解，遐自细汉伫上帝话中间被教养长大的囡仔，伊绝对是一个有信心的囡仔，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咱专心仰望上帝。咱来知，伫人生的道路顶面，咱无可能陪咱的囡仔过一世人。咱总有离开因的一天嘛。咱伫人生的路顶面，嘛无一定每一刻拢是风平浪静，拢一帆风顺。咱爱将迄个上界关键的物件传互咱的世界，传互咱的世世，这是对上帝的信心。因为因若对上帝有信心，伫伊人生中间拄着啥物款的困难的时阵，因知影有主甲因同行，因就有迄个气力超越过迄个困难。暗暝操练就是对敬拜开始，咱用心去敬拜，哪深的敬拜，咱就对上帝哪会当信靠。这世界有太侪物件咧吸引咱离开上帝，敬拜将咱由来专心来面对上帝。父母本身的敬虔，会当做一个典范，会当为因带来帮助。所以其实，咱这题目我拄则讲过，应该改做培育敬虔的顶一代啦。因为顶一代敬虔，下一代就敬虔；顶一代马马虎虎、清清彩彩，下一代就哩哩啦啦。下礼拜牧师会继续来讲这个题目，希望咱会当真真正正培育敬虔的每一代，到心来祈祷。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帮助阮，求主帮助阮对代祷、对读经、对敬拜操练，互阮会当激发出阮心中对上帝的疼，对人的疼，会当真实活出你交代阮爱活出丰盛的生命。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新圣诗490首，你晓青春那日头，请大家起立来吟。会众请坐，接续儿童主日学幼儿组要来献诗，伊要献2首诗，第一首是好心情，第二首是主耶稣真疼我。
幼儿作的鼓励哦，和老师、家长嘛，给因鼓励，咱的掌声哦，来，咱把这荣耀归于咱的上帝。接下来，儿童主义学国小组要来献诗，献两首。第一首救主耶稣爱世囝，第二首咱着笑眯眯。咱甲国小组儿童的歌声献予主，甲荣光归予咱的上帝，主伊的引传。咱即马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接续咱的礼拜。
会将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极大的恩典，阮为细汉到大汉，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拢有主你的引带赏赐，保护阮，互阮身躯心灵拢得到祝福，互有够用的恩典。阮即马要用阮的金钱、时间、甲才能、生命献给主，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今日要来报告，献归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的事工。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第3场礼拜中特别安排儿童合唱团甲儿童主学小朋友来献诗。并由陈月莹小朋友甲杨定祖小朋友来参加读经、启应的服侍，请兄弟共同为长老教会主日教育门徒的培育、灵性的形成、甲生命教育来关心大道奉献。第2点，本会儿童合唱团20月21本周六下晡3点到5点受邀请前往浸信会怀恩堂伫怀恩堂70周年庆所举办的儿童诗班观摩音乐会参与演出，欢迎兄弟前往欣赏。第2点，全教会祈祷会，咱教会实体祈祷会已经开始，由蔡牧师甲牧师团主理，时间是每周四暗时7点半到8点半，地点伫7楼礼拜堂，请中级同工兄弟踊跃来参加，亲近上帝。第3点，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李吴秀琴姊妹、李万基兄弟的太太，伫10月初1安休主怀。定伫10月19本周四上午10点半，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至今3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道。恭喜本会会友吴梦如姊妹甲刘信宏兄弟，伉俪伫10月初9。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祝福新生儿甲全家。第4点，吴威廉牧师纪念音乐会，时间伫10月22下主日下晡2点半，伫10楼礼拜堂。今年是北部中会创设者，也是双联教会第一任小会议长。吴威廉牧师安休100周年的纪念，吴威廉牧师夫妇除了建造教会、开办病院等等的贡献，佮佮对台湾的音乐做极大的贡献。其中，吴玛丽牧师娘将五线谱引进台湾，佮教育第一代教会音乐人才，推广合唱，实在是北部教会音乐的母亲，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其他的报告内容，请大家参考，家己回去详读吼。接续，即马要来颁发奖学金。
咱这时阵要来颁发奖学金，咱请有领奖学金的这学生咱的青少年甲细囝吼，会当来到头前吼。颁发吼，毋是看因的成绩尔吼，除了成绩以外，咱嘛看因伫教会中间的表现吼，因的参与的服侍吼，所以咱这时阵咱同心来替因祈祷，想来主，阮将这细囝仰望交带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保守看顾，照顾因的身体、因的灵命，以及因甲人的关系，求主帮助因伫学校有好的学习。伫教会、伫信仰的培育顶面，也会当长进。求主祝福互因的家庭，供应因家庭教育的需要，互因伫听甲信仰的环境顶面长大。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特别请一个代表吼，我们的苏雨欣哈，苏雨欣同学。其他的在外面，好，好，在外面去，在外面领奖结束。这时阵我嘛要介绍咱的新朋友吼。其实这是咱的老乡连啦吼，林凤林先生甲兄弟甲林吴瑞辉夫妇吼，因伫咱的中间。欢迎因其他有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呢，无介绍到的。好，咱的这个时阵来做牧养大道，咱同心来祈祷。求你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会当专心倚靠你。阮中间有肢体拄着困境的，求主亲自帮助，阮来面对，也想使阮气力。阮中间有破病，求主会当亲自医治、扶持。阮中间有心情忧伤的，求主你亲自安慰；有失落亲人的，求主你互阮看见你所想使阮永远的活命。阮将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互阮会当借着你互阮的气力，活出丰盛的生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
阿门。咱今晚要来上演，先是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得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社温将受差遣，